读经。今天经文是记载在诗篇46篇，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诵读这句话。经上记着说：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摇曳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然顺风翻腾，山虽因海涨的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就到这，就是说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一天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外邦宣扬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。他指制刀兵，直到地极。他侧弓断箭，把战士烧在火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感谢神有方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，正道的题目是神是我们在患难中的帮助。感谢，还要请红红姐妹来参与。弟兄姊妹同朋友，大家平安。兄弟姐妹们和朋友们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我好高興咧，可以嚟到大家喺度同一齊分享神嘅話語。我今天非常高興能來到這裡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。亦多謝紅紅為我翻譯。謝謝紅紅。我哋開始之前，我哋有個簡短嘅祈禱。開始之前，我們有一個簡短的禱告。慈悲嘅天父，慈愛的天父，感謝你愛我哋，感謝你愛我們，更加俾我哋藉着相信主耶穌可以成為你嘅兒女。記得我們可以相信主耶穌基督能讓我們成為你的神的兒女。求聖靈今日同我哋每一個說話，求聖靈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，俾我哋知道喺患難之中，我哋可以依靠你。讓我們知道在我們的患難當中，我們可以依靠你。我哋嘅禱告係奉賴主耶穌嘅名求。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。今日嘅講題係講關於如何面對困難。今天的講道的題目是如何面對困難。中國人有一番說話就係天有不測之風雲。中國有句俗語就說天有不測之風雲。下一句咩呢？下一句是什麼？非常好。非常好。意思就係話災難可能隨時發生，無法避免。意思就是說災難可以隨時的發生，無法避免。就好似幾年前嘅 COVID 新冠病毒嚟到澳洲。就像前幾年的新冠病毒來到澳洲。呢個病毒將呢個澳洲呢個社會完全顛倒咗。這個病毒讓我們整個澳洲的社會都被顛倒了。好多人都係覺得好彷徨。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彷徨。我仲記得有一日我6點鐘，朝頭早6點鐘起身。我還記得有一天早上我6點鐘就起來。我去超級市場去排隊。我去超級市場去排隊。大家估下我去買乜嘢呢？大家猜一下我去買什麼呢？係咪去買麵包呢？我是不是去買麵包啊？去買乜嘢呢？是買什麼呢？口罩唔係。口罩。廁紙係去買廁紙。對，是廁所紙，對的。
但最終都買唔到。但最後還是買不到。所以你係大家去諗到，有陣時候有啲嘅災難嚟到，我哋唔可以避免。所以我們想到有些災難來到時，我們真的是無可避免的。呢個新冠病毒已經過去咗啦。然後這個新冠病毒已經過去了。但係我哋仍然係活喺一個破碎嘅世界之中。但我們仍然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裡面。有日災難都會臨到我哋身上。有一天災難也會臨到我們身上。例如喺工作上、婚姻、喺家庭上，我哋都可能會對一啲嘅困難。例如在工作上、在婚姻上、在家庭上，我們都會遇上困難。我哋每一個人亦會面對生老病死。我們每個人也會面對生老病死。所以喺呢個世界，困難係一定有。所以在這個世界，困難是一定會有的。問題係幾時？問題是什麼時候來呢？當困難嚟到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去面對呢？當困難來到的時候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面對呢？通常我哋會用咗我哋自己嘅方法去解決。通常我們會用自己辦法去解決。但係當困難變得越嚟越惡劣嘅時候，但是當困難變得越來越惡劣的時候，尤其當我哋睇唔到出路嘅時候，尤其當我們看不到出路的時候，我哋可能會覺得沮喪，我們可能會覺得很沮喪，甚至覺得孤單無助，甚至會覺得很孤單無助。喺困難之中，好多基督徒會去睇詩篇，去揾一啲嘅答案。在困難中，很多基督徒會在詩篇裡面找到答案，尋求答案。而今日我哋要睇嘅詩篇46篇，亦係其中一篇。今天我們看的詩篇46篇是其中的一篇。我哋會喺詩篇46篇去揾一啲嘅指引，點樣去面對困難。我們會從詩篇46篇找一些提示，讓我們怎樣去面對困難。今日嘅講道會分開3部分。今天的講道也會分為3部分。第一部分就係神係我哋嘅避難所。第一部分是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。第二個部分就係神與我們同在。第二部分就是神是與我們同在。第三個部分就係神係滿有大能。第三部分是神滿有大能。喺詩篇46篇，係神嘅子民喺困難之中倚靠神。在詩篇46篇，詩人鼓勵神的子民在困難當中去信靠神。有人可能問，點解我哋要去倚靠神？有些人會問，為什麼我們要信靠神？所以一開始嘅時候，詩人就好有信心講，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，詩人在第1節就很有信心的說，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，是我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喺原文避難所呢個字喺詩篇出現多過40次。在原文避難所這個字在詩篇中出現了40多次。OK。避難所係俾人喺危險嘅處境裏面得到保護。避難所是給人在危險的時候得到保護。換句說話，就係喺患難之中，我哋喺神裏面可以揾到安穩同埋保護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在患難中可以在神那裡找到安穩和保護。詩人亦有講俾我聽，神會俾我哋嘅力量去面對困難。詩人也告訴我們，神會給我們力量去面對困難。而神會隨時隨地去幫助我哋，而神也會隨時隨地的去幫助我們。喺第2、第3節，詩人亦形容呢個大自然嘅災難。在第2、第3節，詩人也形容這個大自然的災難。喺度講到大地劇烈變動，可能係指地震。在這裡說的大地劇烈運動，可能是指地震。呢度講到海浪奔騰，係可能指海嘯。這裡的海浪洶湧澎湃，可能是指海嘯。呢度第2、第3節，詩人係形容呢個大自然嘅大災難，就好似世界末日嘅境況一樣。在這裡，詩人形容大自然的災害，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樣。
到時世界冇一個安全嘅地方，到那個時候，世界上沒有一個是安全的地方，甚至高山都要跌落大海，甚至高山都會跌落大海。整個世界好似係崩潰，整個世界好像正在崩潰，人嘅生存都受到好大威脅，人的生存也受到很大的威脅。但面對呢啲咁大嘅災難，但面對這些這麼大的災難，詩人話我哋唔需要害怕，詩人告訴我們說，叫我們不要害怕，因為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因為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我哋可以喺神裏面揾到安穩同埋保護。我們可以在神那裡找到安穩和保護，就好似途中嘅燈塔一樣，就像途中的燈塔一樣，喺大風暴之中，在大風暴之中，巨浪一浪接一浪去衝擊呢個燈塔，巨浪一浪又一浪的衝擊着這個燈塔，但呢座燈塔可以屹立不倒喺石上，但是這座燈塔依然屹立在石頭上面。喺大風暴之中，在大風暴中，人可以喺呢個燈塔入邊揾到安穩同保護。人可以在這座燈塔裡面找到安穩和保護。同樣喺危難之中，同樣在危難的當中，我哋都可以喺神裏面揾到安穩同保護。我們也可以在神那裡找到安穩和保護。弟兄姊妹同朋友，弟兄姐妹和朋友們，你而家係咪面對緊好大嘅困難？你現在是不是在極大的困難當中呢？你係咪面對經濟上好大嘅困難？你是不是面對經濟困難？抑或你係患有好嚴重嘅病痛？或者你身體有一些嚴重的疾病痛？又或者你嘅家庭面對好大嘅危機，睇唔到出路？又或者你的家庭面對很大的危機，你看不到出路？弟兄姊妹朋友，喺危難之中，你喺神裏面去揾到保護同力量。兄弟姐妹，請你在困難中，你在神那裡找到保護和力量。而你唔係一個人孤單面對，而你不是一個人在孤單的面對，因為神係與你同在。因為神與你同在。喺第7同第17節，詩人重複咁樣講。在第7和11節中，詩人再重複的說：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避難的高處。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們避難的高處。萬軍之耶和華係一個好特別嘅名稱。萬軍之耶和華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名稱。呢個名稱係形容神係嗰位大能嘅勇士，擁有千軍萬馬，戰無不勝。這個名稱形容神是一個大能的勇士，擁有千軍萬馬，戰無不勝。呢度又講到詩人亦稱耶和華為雅各嘅神。在這裡，詩人也稱為耶和華為雅各的神。如果大家記得喺創世記，神與雅各立約。我們還記得在創世紀裡面，神與雅各立約之後，神就改雅各為以色列。之後，神改雅各作為以色列，而以色列就係雅各嘅後裔。而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後裔。所以呢個雅各嘅神呢個名稱亦有好特別嘅意思。所以這雅各的神這個名稱也是非常有特別的意義。詩人去特別去指出耶和華係以色列嘅神。詩人指出耶和華是以色列人神，而以色列人是耶和華的子民。係以色列人係耶和華子民，神係與佢嘅子民同在。神是與他的子民同在。喺患難中，神會保佑佢哋。在患難中，神會保護他們。神亦喺4同第5節講出，神係會看顧佢哋。在4到5節，詩人也繼續說，神會看顧他們。喺呢度講到神嘅城就係指耶路撒冷。在這一段經文中，這個城是神的城是指耶路撒冷。而解經家亦認為第4節嘅河係指神嘅祝福。而解經家認為第4節的條河是象徵着神的祝福。因為有神嘅同在，神嘅祝福就好似水流到呢個城裏面，去滋潤城裏面嘅居民同埋植物，令到佢哋喜樂。因為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好像就流到
这个水就流到城中，去滋潤城中的居民和動植物，令到他們喜樂。而天一亮就係指黎明嘅時候，喺當時啲敵人就通常喺呢個時候去攻擊啲城。而天一亮是指黎明的時候，通常敵人在這個時候攻擊。但係住喺城中嘅居民唔需要害怕，因為神喺呢個城，呢個城不會動搖。但住在城中的居民是不需要害怕，因為神在這個城就不動搖。詩人去提醒以色列人，萬軍之耶和華係與佢哋嘅子民同在。詩人提醒以色列人，萬軍之耶和華是與他的子民同在。弟兄姊妹，神唔單止與以色列人同在，神亦與一切跟隨耶穌嘅人同在。弟兄姐妹們，神不但與以色列人同在，神也一切與跟隨耶穌人同在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相信主耶穌真理嘅聖靈就住喺我哋生命裏面，而神藉着聖靈與我哋同在。當我們相信耶穌真理的聖靈就在我們裡面，神藉着聖靈也與我們同在。耶穌更加應許我哋，聖靈會永遠與我哋同在，作我哋嘅保惠師。耶穌應許聖靈會永遠與我們同在，做我們的保惠師。所以無論係咩環境，喺災難或病痛之中，我哋都唔需要覺得孤單。所以無論在怎樣的環境，在災難或者在病痛，我們都不會孤單。因為神與我哋同在，神同我哋一齊去面對人生嘅風風雨雨。因為神與我們同在，會神與我們一起去面對人生的風風雨雨。就算有一日，就算有一天，我哋嘅身邊嘅人離棄我哋，我們身邊人離棄我們，神都係永遠與我哋同在。神都會永遠與我們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留意。但兄弟姐妹，大家留意。喺危難之中，我哋可能祈禱咗好耐。可能有時候我們在危難中禱告了很久，或者困難未必即刻消失，或者困難未必會馬上的消失。我哋對神嘅信心可能會慢慢減少。我們對神的信心會逐漸的減少。喺危難之中，我哋點樣去仍然去倚靠神呢？在危難中，我們應該怎樣去信靠神呢？今日喺詩篇46篇，我哋睇到詩人好認識神。今天我們在詩篇46篇，我們看到詩人是很認識神。我亦相信詩人同神嘅關係係非常之親密。我們也相信詩人同神的關係是非常的親密，以至到佢話喺極大嘅危難之中，佢仍然去信靠神。以致他在極大的危難中，他仍然信靠神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又點樣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們自己又怎麼樣呢？我哋認識神有幾多呢？我們認識神有多少呢？我哋同神嘅關係有幾親密呢？我們同神的關係又是怎樣的親密呢？我哋對神嘅認識多與少？我們對神的認識多與少？我哋同神嘅關係有幾親密？我們同神的關係有幾親密？會影響我哋對神有幾多？嘅信心有幾多？會影響我們對神的信心有多少？我又舉另一個例子。我也用一個例子去解釋。有隻大輪船去經過大西洋。有一隻大輪船經過大西洋。喺途中遇見呢個巨大嘅風浪。在途中遇見了很狂風暴浪。呢隻船呢就嚟要沉啦。這個船呢就好像要快沉了。個個乘客都非常之害怕。每個乘客都覺得非常害怕。但係當時有個小女孩同其他人好唔同。當時有一個小女孩跟其他人不同。佢好鎮定嘅喺船裏面跑嚟跑去，好似若無其事。她非常鎮靜的在船那邊跑來跑去，好像若無其事的一樣。其他啲人覺得好奇怪，點解佢咩都佢唔害怕嘅咧？其他人都覺得好奇怪，為什麼他不害怕呢？佢就話，他就說，我爸爸就係嗰個船長。我爸爸就是那個船長。我爸爸有好多年航海經驗。我爸爸有很多年的航海經驗。佢一定有能力
將呢隻船可以帶出呢個嘅大風浪。他一定有能力把這個船帶出這個風浪。佢話佢對爸爸有信心，他說他對他的爸爸有信心，所以佢唔需要懼怕。所以他不需要害怕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大家睇唔睇到嗰個小女孩好認識佢爸爸？我們只看到這個小女孩，她真的是很信靠她的爸爸。佢知道佢爸爸有好多年航海經驗，他知道他的爸爸有很多年的航海經驗，亦有能力去將呢隻船帶嚟呢個嘅危難中。他也有能力把這個船帶出這個危難當中。雖然隻船仍然未離開呢個嘅危難，雖然這個船沒有離開這個危難，但係呢位小女孩知道有佢爸爸嘅同在，佢就唔需要懼怕。但是這小女孩相信，只要她爸爸的同在，她就不會害怕。佢仍然去信靠佢爸爸，她依然去信靠她的爸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弟兄姐妹們，當我哋去更加去認識神，我哋就有更加嘅信心去找緊神嘅應許。所以當我們多些認識神的時候，我們就會有多些信心去尋找神，抓住神。當我哋同神嘅關係更親密嘅時候，我哋有更大嘅能力去等候神嘅拯救。當我們同神的關係是親密，我們就有很多能力去等候神的拯救。弟兄姊妹，唔好等到有危難嗰時候先去親近神。弟兄姐妹們，不要讓我們等到有危難的時候才去親近神。聖靈已經住喺我哋心裏面，聖靈已經住在我們裡面。當我哋常常去親近神嘅時候，我哋就更加有能力喺危難之中去依靠神，等候神嘅拯救。當我們常常親近神，我們就有多些能力在危難中去依靠神，等候神的拯救。而當我哋去依靠神嘅時候，我哋亦會經歷到神嘅大能。當我們去依靠神的時候，我們就也會經歷到神的大能。喺第8節，詩人話：你們嚟看耶和華的作為，看他使這地怎樣荒涼。在第8節說：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，看他使地怎樣荒涼。呢度詩人就叫人嚟啦，嚟啦，嚟啦。這裡詩人叫人來。一齊去撒開你嘅眼睛去睇神嘅作為，一起來睜開你的眼睛看神的作為。例如去睇神點樣令呢啲地荒涼。你要看這神怎樣使這個地荒涼。呢度嘅意思係睇神點樣去打敗佢嘅敵人。這裡的意思是說，看神怎樣去打敗他的敵人。喺舊約聖經其實記載好多嘅例子，在舊約聖經裡也有很多的例子。例如喺以賽亞書第37章記載，神差天使一夜之間就消滅咗亞述國嘅大軍嘅軍隊。譬如在以賽亞書37章記載，神差派天使在一夜之間消滅了亞述國強大的軍隊。詩人要叫人喺歷史裏面睇到神嘅作為。詩人叫人看在歷史上神的作為，目的就係叫人去認識神嘅作為，以致佢哋知道神係滿有大能。目的是叫人認識神的作為，以致他們知道神是一個滿有大能的神。而9至10節，詩人指出神有能力停止一切戰爭。而在46章9到10節指出，神有能力停止一切的戰爭。喺現今世界，我哋睇到世界冇真正嘅太平。我們知道，在這個世界沒有真正的太平。你每日嘅新聞，我哋都睇到到處有暴動、戰爭、打仗。在每日的新聞裡，我們都有聽到有暴動、戰爭和打仗。就好似啟示錄預言喺末世嘅時候，民打民，國打國。就好像啟示錄預言，在末世的時候，民打民，國打國。將來會有更多嘅饑荒、災難同埋戰爭。將來會有更多的饑荒、災難和戰爭。但詩人喺度話，有一日神要停止一切戰爭。但是這裡詩人說，有一天神要停止一切的戰爭。神會截斷所有嘅弓箭同埋刀槍，將戰車焚燒喺火中。神會折斷所有的弓箭和刀槍，將戰車焚燒在火中。而喺第10節嘅休息，喺希伯來文裏面有停下來嘅意思。而
而且在时间的休息是在希伯來文中有停下來的意思。神叫人停下來，叫人知道佢係神。神叫人停下來，是叫人知道他是神。有一日神喺列邦中會被尊榮，有一天神會在列邦中被尊崇，全地都要尊重神。全地都要尊崇神。弟兄姊妹，雖然呢個世界仍然有戰爭，弟兄姐妹們，雖然這個世界上仍有戰爭，但神仍然坐着為王，掌管一切。但神依然是坐在為王，掌管一切。神有能力去停止一切戰爭，神有能力停止一切的戰爭，神亦有能力去成就佢嘅計劃。神也有能力成就他的計劃。神可以使萬事都互相效力，要愛神嘅人得到益處。神會使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都得益處。有時候喺困難之中，我哋未必睇到神嘅計劃，所以有時候在困難中，我們未必看到神的計劃，但係我哋仍然要去依靠神嘅大能。但是我們依然要依靠神的大能。我想喺度分享我啲個人嘅經歷。我想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經歷。喺2018年年尾，我太太 Amy 同我覺得神呼召我哋離開我哋之前嘅教會。在2018年尾 ，Amy 和我覺得神呼召我們離開之前的教會。起初咧，我覺得6個月之內咧，我會揾到另外一個教會侍奉。起初呢，我想在6個月之內呢，我會找到另外一間教會去服侍。但係6個月好快就過咗啦，我仍然未揾到。但是6個月很快就過去了，我依然沒有找到工作。我開始有啲嘅憂慮。我開始有些憂慮。但係我有繼續去祈禱。但我會繼續祈禱。之後咧6個月另外6個月又好快過啦，我仍然未揾到。但之後過去了6個月，我還是沒有找到工作。即係過咗1年之後，我開始感到迷茫同彷徨。過了1年以後，我開始覺得迷茫和彷徨。但係我仍然去祈禱。但我還是繼續禱告。喺一次靈修嘅時候，在一次的靈修當中，我好似聽到神同我講2個英文字。我好像聽到神對我說2個英文字 Trust me。 Trust me， 信靠我。神冇同我講將來會發生咩事。神沒有跟我說將來會發生什麼事情。將來去邊度侍奉？將來去哪裡侍奉？仲要去等幾耐？還要等多久？神淨係同我講2個英文字 Trust me， 信靠我。神只跟我講了2個英文字，就是 Trust me， 信靠我。雖然只係得2個英文字，雖然只有2個英文字，但神俾我好大嘅安慰。但神給我很大的安慰。神俾我知道佢係有聽我嘅祈禱。神讓我知道神有聽我的禱告。神亦會帶我走出呢個困局。神也會讓我走出這個困局。所以我繼續去祈禱，去等候神嘅指引。所以我繼續的祈禱，等候神的指示。弟兄姊妹，當時嘅環境冇突然間轉好咗。弟兄姐妹，當時的環境沒有立刻轉好，反為係變得更加惡化。反而會變得更加惡化。後來新冠病毒就在澳洲爆發了。所以我想當時在疫情當中，想找教會的侍奉工作會難上加難。但我去還是會。感謝離開咗之前嘅教會。
神帶你我太太 Amy 去呢次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，我等佢咗20個月冇工作，而喺疫情當中，佢哋經歷咗好多嘅憂慮。但係當我回想神藉著呢啲嘅困，俾我經歷到神嘅大，亦教導我點樣去更加前進。所以經過呢啲嘅經歷，我唔係淨係得頭腦上知道，而係我親身再經歷到神嘅。我體會到神就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力量，係我哋患難中隨。弟兄姊妹，大家今日聽到神嘅說話，我好希望大家唔係淨係多咗啲嘅頭腦上嘅知識，我希望大家喺你哋嘅生命裏邊去。今日我有3個喺患難之中，祈禱係神俾我哋地上大嘅祝福。我哋可以藉著祈禱同神傾心吐意，直接講出我哋嘅困難，同神大能嘅手去幫助。有時候我哋祈禱咗好耐，但困難仍然未能解決。有時候我們祈禱了很久，但困難仍然未能得到解決。但我哋唔好灰心，因為主耶穌教導我哋要恆切禱告。但我們不要灰心，因為主耶穌告訴我們要恆切禱告。而神係聽我哋嘅禱告，神係與我哋同在，神係會按照佢嘅時間去拯救我哋。但是神是與我們同在，神會按照他的時間去拯救我們。第二就係養成一個寫屬靈生命日記嘅習慣。第二個就是養成一個寫屬靈生命日記的習慣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生活喺一個忙碌嘅世界，我哋好容易唔記得啲嘢。兄弟姐妹們，我們通常會生活在一個忙碌的世界裏，我們很容易不記得事情。有時候咧，我唔記得咗泊車泊咗喺邊度。有時候我都不知道我停車停到哪了。甚至咧，我唔記得咗我嘅結婚週年。有時候我也不記得我的結婚週年。大家可以諗下我太太咧都唔好開心啊。我想，所以咧，寫日記咧係幫助我哋去記得神喺我哋生命中嘅作為。所以寫日記是幫助我們記得神在我們生命當中的作為。當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日記可以幫助我哋去記得神嘅應許。當我們寫日記的時候，我們會記得神對我們的應許。我也鼓勵大家去寫日記嘅時候，每次大家寫一件感恩嘅事。我也鼓勵大家在寫日記的時候，記得每一次寫下感恩的事情。例如喺患難之中，神點樣藉着聖經嘅話語去鼓勵你？比如說，神是記着患難怎樣去幫助我們。又或者喺患難之中，神藉着其他人點去幫助你？或者神會記着患難當中，記着其他人去幫助你。當我哋去寫低呢啲感恩嘅事情之後，
當我們去寫下這個感恩的事情的時就候，幫助我哋知道喺危難之中，神仍然與我哋同在。當我們寫下感恩的時候，幫助我們知道在危難中，神仍然與我們同在，他也在背後幫助我們。而第三就係我哋憑信心，不憑眼見。第三個就是要憑着信心，不憑眼見。喺危難之中，我哋好多時淨係睇到我哋眼前嘅困難同埋我哋嘅有限。在危難中，我們很多時候只看到我們眼前的困難和我們的有限。但係我哋將我哋嘅目光係轉向神，專注神嘅大能。但我們也將我們的目光轉向神，專注神的大能。喺危難之中，我哋未必睇到神嘅計劃，我哋會感到憂慮同彷徨。在危難中，我們未必看到神的計劃，我們會感到憂慮和彷徨。但係我哋仍然憑信心去跟隨神嘅帶領。但我們依然要憑着信心去跟隨神的帶領。當我哋跟隨神嘅帶領嘅時候，神會藉住一啲經歷去陶造我哋。當我們跟隨神的帶領，神會藉着一些經歷去鑄造我們，去幫助我哋對神有更多嘅信心，幫助我哋去面對將來更多更大嘅考驗。他也會藉着這些經歷增加我們對神的信心，幫助我們去對將來的困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希望大家今日唔係淨係多咗啲嘅頭腦上嘅知識，反為喺你哋嘅生命裏面去實踐出嚟。所以弟兄姐妹們，我真的很盼望你們不要在頭腦上有這個知識，而是要在你們的生命中去實踐出來。弟兄姊妹，我哋睇到我哋活喺一個滿有災難嘅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我們會看到我們真是一個滿有災難的世界。有困難係正常，有困難是很正常的，感到不安亦係正常，感到不安也是很正常的。但今日詩人提醒我哋喺患難中，我哋要去倚靠神。但是詩人再次提醒我們，在危難中我們要依靠神。神係我哋嘅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力量。神是我們的避難所，是我們的力量。神係永遠同我哋同在，神亦係我哋隨時嘅幫助。神是永遠與我們同在，也是我們隨時的幫助。神亦有能力去成就佢嘅計劃，使萬事都互相效力，要愛神嘅人得到益處。神也是蠻有能力的去成就他的計劃，使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。所以喺危難之中，我哋要緊緊去依靠神。所以在危難當中，我們要緊緊依靠神。另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神將我哋擺埋一齊，係有佢嘅心意。另外一方面，神把我們放在一起，是也是有他的美意。喺危難之中，讓我哋彼此關懷。在危難當中，讓我們彼此關懷，彼此激勵，彼此激勵，彼此代禱，彼此代禱，一齊去面對人生嘅風風雨雨。一起去面對人生的風風雨雨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我們一起低頭禱告。慈悲嘅天父，我哋感謝你。慈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你，因為你係我哋嘅避難所，因為你是我們的避難所，係我哋嘅力量，是我們的力量，係我哋喺患難中隨時嘅幫助。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我哋特別為到當中弟兄姊妹祈禱，我們為當中的兄弟姐妹們禱告，特別係有啲嘅弟兄姊妹而家面對好大嘅困難，特別是當中的兄弟姐妹面對極大的困難，求你幫助佢哋，求你幫助他們，俾佢哋知道你係與佢哋同在，讓他們知道你與他們同在。求你賜出人意外嘅平安俾佢哋，求你出人意外的平安給他們。天父亦求你藉着身邊嘅人去支持佢哋，天父也求你借着身邊的人去支持他們，鼓勵佢哋，鼓勵他們，一齊嘅去面對人生嘅風風雨雨。一起去面對人生的風風雨雨。我哋以上嘅禱告係奉賴主耶穌基督名求。我們以上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求。阿門。阿門。